歡迎大家收聽靈食傳說呢個靈修頻道。今日我哋會介紹聖經入面嘅魚，讓我哋先安靜片刻，預備自己嘅心進入靈修。喺耶穌嘅時代，加利利因為位於湖邊，捕魚同埋食魚都係當地人生活嘅日常。有幾位門徒喺被耶穌呼召之前都係漁夫。從古到今，沙甸魚係加利利產量最多嘅魚，特別係喺春天嘅打魚季節，一夜之間可以打10幾噸嘅沙甸魚。唔想浪費嘅話，就會用鹽醃同埋風乾嚟到保存。喺5餅2魚嘅神蹟裏面，嗰2條被耶穌祝福同埋分俾群眾嘅魚，應該就係醃咗同埋烤過嘅鹹魚啦。此外，耶穌亦都行咗好多次同魚有關嘅神蹟。喺耶穌呼召彼得同埋佢嘅同伴嘅時候，就讓佢哋喺睇嚟好似唔可能嘅情況之下，捕獲大量嘅魚。而耶穌復活之後，同樣施行咗一次咁樣嘅神蹟，甚至為門徒烤魚，為佢哋預備早餐。所以魚總會令人諗起主耶穌嘅大能同埋供應。後來喺早期基督教受到迫害嘅時期，基督徒需要秘密咁樣去交流同埋認出彼此嘅身份，魚嘅符號就成為咗一種暗號，讓基督徒能夠安全咁互相辨識。呢個係因為魚喺希臘文入面係 ichthys， 呢個詞語可以作為耶穌基督上帝之子救主嘅縮寫。除此之外，如果你而家去以色列旅遊，喺加利利海邊嘅餐廳就可以食到有名嘅聖彼得魚，即係鯽魚。呢種魚係專門食湖裏面嘅浮游生物嘅。聖彼得魚嘅命名其實係嚟自馬太福音17章24至到27節嘅一個故事。據說喺呢個故事裏面，彼得釣到嘅正係呢種魚。讓我哋一齊睇下呢個故事啊！新漢語譯本嘅經文係咁樣嘅：他們到了迦百農，收聖殿稅的人前來對彼得說：你們的老師不交聖殿稅嗎？彼得說：交。彼得走進屋子，耶穌先對他說：西門，你怎麼認為地上的君王向誰徵收關稅和丁稅？是向自己的兒子，還是向外人呢？彼得一回答是向外人，耶穌就對他說：那麼兒子可以豁免了。但為了不絆倒他們，你去海邊釣魚，拿起第一條釣上來的魚，扒開它的嘴，就找到一個斯塔特，把那塊錢給他們，作你我的聖殿稅吧。時代聖殿嘅祭司同利未人會向猶太人收取聖殿稅，以支持耶路撒冷聖殿嘅運作同埋維護，同時亦都有贖價嘅意思，係當時嘅猶太人嘅義務。彼得作為猶太人，見到有人嚟到收聖殿稅，好自然就認為自己同耶穌都應該要交，所以佢毫不猶豫咁樣回應交。但係耶穌教導彼得，稅係向外人收嘅，兒子就可以免稅。
喺呢度嘅原文，兒子係用咗眾數嘅，亦都即係話耶穌唔單止係話佢自己係神嘅兒子，所以免稅，而係講緊所有因為相信佢而成為神兒女嘅人，其實都唔使再用金錢作為贖價啦。耶穌喺呢一度並唔係指神嘅兒女就唔使奉獻。耶穌都曾經講過，你嘅財寶在哪裏，你嘅心也在哪裏。當人甘心樂意咁樣向神奉獻自己所擁有嘅，就係積財寶在天上。事實上，神嘅兒女係應該自願嘅，出於愛咁樣向神作出奉獻，而唔係以交稅嘅形式。耶穌基督後來為人喺十字架上面獻上真正嘅贖價，讓人可以因為相信佢而罪得赦免。呢份救恩更加係唔可能以金錢嚟換取嘅。不過當時耶穌仲未喺十架上成就救恩，大家亦都唔清楚佢作為神兒子嘅身份。當時嘅人實在係好難明白咁複雜嘅道理，所以為免絆倒其他人，耶穌甘願放棄自己嘅權利，以謙卑嘅心去服從人嘅制度，哪怕佢知道呢個制度唔係必要嘅，佢仍然願意配合，完全係出於佢對世人嘅愛。耶穌叫彼得去釣魚，然後喺魚嘴裏面攞出銀幣嚟交稅，就顯明佢嘅能力同埋神嘅恩典同供應。思想祈禱。喺呢一個講求權利嘅世代，我哋可曾為咗堅持自己嘅權利而絆倒，甚至傷害咗其他人呢？如果主耶穌喺你嘅處境，你覺得佢會點做呢？我哋可以點樣為咗愛嘅緣故而放低自己嘅權利，甘願付出，為要造就其他人嘅生命呢？讓我哋同心祈禱。慈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藉住耶穌基督，讓我哋得着子女嘅名分。願我哋都能夠明白你嘅愛，因而甘心樂意嘅向你奉獻所擁有嘅，並且效法基督嘅榜樣，甘願放低自己，為要造就其他人嘅生命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禱，阿門。